各位好，我係周冠威導演。今次咧喺樹洞香港開辦嘅課程叫做《瘋狂人物紀錄片賞識》。瘋狂我唔係講一啲精神失常嘅人，我係講一啲喺歷史上邊出現過好多好極端行為嘅一啲紀錄片。有一個人喺70年代世貿美國雙子塔喺個鋼線上邊去行 Man on Wire， 佢係講到一個好瘋狂嘅行徑，竟然去偷偷地走去高樓大廈度行鋼線。咁佢究竟個心態係乜嘢呢？另一套我估香港人可能比較熟悉，係 Netflix 嘅一個紀錄片叫《以神之名》。呢個課程係有極端嘅美善、極端嘅勇氣，但係亦都有極端嘅邪惡，係講一個邪教嘅教主嘅一生。咁最後好震撼嘅係叫做殺人兇器，有一個殺人犯竟然喺鏡頭面前公開接受訪問，甚至講嘅時候好慷慨激昂，覺得自己係一個英雄。咁呢啲瘋狂嘅心理背後係啲乜嘢嘅背景？係啲乜嘢嘅運作？個心理係啲乜嘢呢？長久以嚟，我喺樹洞香港好有興趣去分析心理。我希望今次通過紀錄片，通過呢一次嘅真實嘅人物，原來我哋同瘋狂原來好近。